条春梦，歌词是咧写少女的心情。不过今仔日翻头来体会，这也是1980年代一群台湾囡仔，因心内对台语歌曲另外一种愿望，望讲台语歌会当加添一寡文学的气质。作词的陈明仁老师到即摆依然咧坚持，是人人学老的台语文学家。作曲的王明铁老师依然同款咧行音乐艺术这条路。这两个音乐路途的知己，陈明仁会安怎样来讲起伊眼内王明铁？咱先来听看嘛。其实我头前有甲制作2个专辑啦，我是台湾文艺有发表一个文章介绍这专辑。尾啊，这个一只歌叫吼，迄写演员本个台湾的故事吼，伫美国的台湾人听到这物件，因会感动。我来做名叫台湾魂，3人组啦，就是王蒙哲甲我甲陈龙伟啦。啊，去美国安尼，可能40几个站头去表演。啊，王蒙哲吼，伊这个人吼，伊若唱啥吼，那心头就哭啊，就听袂落啊。是我听过的啦，无人比王蒙哲音感更较好。伫阮美丽的故乡，天是遐尼青，风是遐尼温柔，清凉的空气，嘛有土地花草的香，溪水清清，草木青翠。鸟声是遐尼迷人，阮有一个梦，伫阮思念的故乡。自阮走了后，田园无人通扫草。啥物时阵来阮家？伫阮美丽的故乡，天是遐尼青，风是遐尼温柔，清凉的空气，嘛有土地花草的香，溪水清清，草木青翠。鸟声是遐尼迷人，阮有一个梦，伫阮思念的故乡。自阮走了后，田园无人通扫草。
么时阵来阮兜？对政治唱来到文学，连囡仔歌嘛会写会唱。咱今仔欢迎台湾的吟唱诗人、名作曲家王明铁王老师，老师欢迎。国珍兄，感谢你吼，互我有这个机会来咱公共电视台啦吼，向空中的听大家问好。老师头拄啊咧听台语诗人陈明仁咧讲恁的过程，咧讲较早去美国巡回，咧讲对你的学老。你和阿仁老师，即讲起来我家己的老师，两个安怎样熟悉？从阿仁啊是对这个台语文学吼，伊是一个专家啦吼。下面熟悉嘛是因为共同的信念吼，对台湾的社会运动熟悉。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作曲的人，是一个对文艺吼文学真有研究的人。共同的信念两个种做伙。讲起两个真有因缘啦。阮30几年前就接受海外台湾东方会邀请，有去美国做巡回演唱。所以若要讲起，甲阿仁的这个因缘不加深啦吼。即马伊咧写台语诗，咧写台语文学。30几年前，伊是东华杂志的总编辑，迄是人看人惊呢。你是什么款的个性？讲专门要甲遮个人斗阵？其实我一段都无惊啦吼。我迄阵是有那戆胆，其实。毋捌出过社会吼，其实时阵叫做东华，当然迄个时阵是因为台湾迄个真苦闷的时代，真侪这言论思想拢受到压制，所以东华运动有真侪演讲场，尾渐渐拢去听，所以你讲阿仁啊，因早期就是去做东华运动。拄开始的时阵是你家己去讲，讲我会晓写歌。是毋是讲原来互我顶台来台顶唱两条啊？开始先是拢写粗乱吼，写一寡较无营养的物件啦吼，因为无啥物意识，对政治也无了解，是尾因为渐渐迄个有对政治小可有伊个认知，迄阵就是阮唱哪回安基乡服务处啦吼，阮迄阵有做一个叫三英联谊会，所以我有写一寡歌，因为我听这东华运动的歌吼。其实实是拢甲政治一点关系都无啦。迄当阵拢摕老歌嘛，摕真侪悲情的老歌来唱。摕去做政治解说，其实原作者爆破嘛，甲政治嘛无关系。因为无歌，所以摕去做政治解说。有夜花、望春风嘛拢相共。其实原作者毋是这个意思，但迄时无歌，徛伫我一个音乐创作，我伫听。你若无带你讲其他，你听爆破，你会想起就政治吗？会想起台湾的历史吗？无可能。所以我就是有伫写音乐，我讲无我来写一歌，看阿基兄有要使用。伊头讲其实迄阵就邱垂珍甲即个周清玉运动即个运动歌拢因为伫处理，有头报讲去找邱垂珍，所以我甲邱垂珍斗阵的时阵，我头首的反对运动的歌曲，其实就是《牺牲换来革新》。牺牲换来革新这条歌，到今嘛。佫印伫足侪人的心内。这是我了解到的历史反对运动所写的头一首曲，叫《牺牲换来革新》。失去尊严来
来甲醒。我捌一摆访问苏贞昌行政院长，伊嘛讲，大家手牵手坐做伙，咧抗争的时阵，到甲讲我甲访问的迄当阵，伊还阁会晓喊一条歌。因为知影讲像伫即个路吼，爱负真惨重的代价啦吼。有诶家破人亡、流亡伫海外，拢无得到社会的即个正义吼。即条路是真艰难，啥足一人要行即条路，是爱付出代价。随时会向掠去关，就为着一个正义嘛。因为伫历史上，台湾这个民族是被压迫的，思想言论外来政权伫统治，当时人也捌伫尊重这个土地主人，所以咱的历史拢是别人伫甲咱解说，咱家己悲惨的历史拢袂使写，你思想有问题，就带你掠去关、掠去枪杀。但是，但嘛是要过一个有良知的人，这条路爱有人行，所以一步就有人牺牲，有人革命，所以台湾今仔民主化，会当今仔去思想圆融开放，这是真侪台湾人的血甲目屎所牺牲换来。啥这人这条路遮艰难，伊要行，因为因的牺牲换去后壁人的革命，所以写这个曲是因为一款的信念吼。迄个时阵行党外运动，讲起来。毋是干那讲会轰烈，甚至会牺牲性命尔，令身躯边的人有诶嘛对你另眼看待。迄个时阵其实是无出过小真单纯啦吼，我其实无去想遐有诶无，但是我感觉社会应该要有一个公平、有正义。我所直接的就讲内底有真侪黑暗面、悲惨，对我来讲，心肝也是这算是智慧啦，吼迄阵从事党外运动，你拢去用点头做记号。尤其我伫墙那所指涉拢一寡老伙仔吼，伊拢无看到少年的。所以伫老伙仔内底听到足侪不公不义的故事。所以我迄阵一个少年人做出社会心情介沉重，所以规个人生观有受到真大创击啦吼，改变我规个人生。厝的人敢有支持你做这？其实爸爸妈妈伊无了解。伊拢也讲我囡仔就出社会吼，去趁钱啥物，我毋捌向实大人讲即款的代志。我相信爸母若知影是绝对反对的啦。你拄啊出社会，你都逐项都爱需要迄落咧，你甲人伫插济。所以我爸爸妈妈其实毋知影。所以这个过程吼，若要讲起来有一点心酸啦吼。嘛对出年人真亏欠。这真亏欠。若要讲个少年的迄个梦拢破去。
无讲话。玉兰花，暗暗送出花香，咱君采，歹势头咧。一旦本彩，欢喜命注定，为君清芳，为君啊水。花谢了，土命相随，伫天顶保庇。阮的也是你。较早个插短歌运动进前，你就对音乐有兴趣，对无？其实从细汉就对音乐真有趣味，但是阮无迄个环境啦吼。啊，我是一直甲做兵跳舞，啊，迄阵吉他拢有伫比赛，六等奖、五等奖吼，啊，一世纪吼，那个雨后春笋一世纪咧教吉他，啊，当我嘛是有兴趣就去报名，迄阵我住伫板桥，啊，其实我的吉他老师是足出名的一个古典吉他，伊是伫日本吼，伊华侨，啊，伊是读台北医学院。我毋捌看吉他会这样弹到遮古典吉他，我随看到我就报名。伊什么名？詹达能，啊，伊是伫日本吼，伊是住伫日本，啊，但是伊个台北医学院吼，伊是在中国日本的华侨啦，吼。啊，当然伊是真认真咧教，啊，我也真认真在学。啊，当然这古典吉他呢，对袂点满足我。古典吉他是完全照谱写，伊安怎写你就安怎弹。我去学3个月，我就咧弹王小军啊，哦，啊是摩底变奏曲，迄真深的物件，我就弹甲遮深啊。啊，当然我学习的时间比人较长，我规工咧算含咧困，揽伫被里，我嘛还搁伫遐咧练吉他。啊，但是尾仔发觉讲古典吉他吼，那个拢照谱弹，应该是我的物件。啊，所以我捌看到，伊弹的望春拢甲伊弹无，共条款来弹，那弹无共款，迄时阵对我来讲真震撼。啊，尾仔我咧想讲，应该是音乐是我的物件，啊，一定要去研究乐理。所以说，我就头一本买一本和声学吼，迄李奎然台湾头一本的和声学的李奎然教授所写的和声。啊，我是戆人学音乐啦，无老师懵显，慢慢啊去研究对创作这条路，就讲研究乐理。所以头一条写的歌拢写爱情的啦，初恋，甲政治无关的，拢差不多男女情爱之类的啦。所以我即摆听迄款的歌，我即摆听了起鸡母皮。迄是吼，当迄人拢有一个过程啦。迄个时阵唱片会晓讲真好做，应该吼嘛加减有人吼甲你讲，我看你规气吼，踏入音乐界来学做唱片制作。哦，你讲到这，互我想着讲，其实我有甲一寡人指接着啦吼。所以你拄讲迄个廖调西吼，迄个拿铁唱片公司，啊，包括迄个编辑的吼林国雄，伫台语唱片界都是真 hit 的啦。哦，真 hit 到啊！我有甲这人指接，甚至推荐搞介绍对拿铁唱片公司，咪叫我去学做制作人啦。合理啊。对啊，但是因为迄个环境，我的人较爱单纯吼，啊，所以复杂的所在我就无介意，我第3天我就烂讲啊。你是去看到什么代志？哦，因为因唱片公司吼，咪讲个就是讲，拢有一寡乌道咧行搭啦，吼，有一款的伊款的环境拢有迄，啊，我袂爱甲迄款的做伙。
我可能若行迄条路，我今仔我可能就毋是我即摆状况。可能减趁足侪钱。哦，可能会趁真侪钱，啊，可能我命有那命短。伊看个所在，你就知影，就该搬满啦。啊，因为大家拢足热情的嘛。啊，所以请你食物件、啉烧酒，有诶我可能你看会安尼，看我看足是伫业界，好像拢是安尼。那听唱片，迄制作一个唱片，预算拢20万，甚至200万嘛有呢。结果吼，你一个台湾2万开始。对。这一个啊，迄个是人台湾赞助，我去你伫舞台顶咧唱歌，有人听到我主动你去制作来，我来你赞助我，是安尼落去。啊，迄阵嘛毋是真正你做歌呢。迄5000期你知袂？广播界啊，伊个伫咧录吼，唱毋对就去顶来迄款的，你知啊？无像我即摆会这样剪接，你知袂？阮是用迄款广播界、伫广播局伫讲迄款的音响，迄录音室去录的。啊，老师莫讲我甲你笑，都20万、200万你都无趁，你来拼即个一块录音带制作2万块。所以阮的录音拢无同收钱。啊，阮2万块是搁做贴布，迄阵也无 CD 录音带。加工。啊，后面设计内底文拢阿仁也写的吼，内底好嘛，甲17、8条歌，啊，所以内底操刀拢阿仁对台语文是足厉害，吼，啊，所以文案拢伊写的，啊，所以阮迄个做好以后，美国乡亲随听着吼，随着导演邀请，吼，阮所以讲我差不多30几年前吼，海外同乡会，就是听着阮做音带吼，那邀请阮去美国去演唱。老师啊，即地刷落去，过来第2地。国家轰动哦，海洋的国家。永生爱是一个政治犯，伊读大学的时阵，迄朋友是同时是咧讲呢，讲啊，台湾应该吼可能爱独立，按就袂得啦，都有这个学生去报告，伊强烈去关5年。啊，我听你讲，伊关伫窟笑，你知袂？伊家家竟然是伫因咧附近山顶遐，有一天放风出来咧看，伊总去看到因厝带一个，讲伊其实关伫因厝离无介远。啊，其实这个歌呢是伫家家强烈去关是伫各种所写的。伊原底歌名叫做《台建基歌》，啊是迄阵透过触笔子啊吼，摕好啊。伊讲啊，摕2万块去王敏子去玉山啊，去找灵感来写这条歌啦吼。啊，大兄弟坐咱，我哪有可能来摕钱？我绝对无来摕。啊，佮作曲嘛，毋免就拼去你到玉山啦吼。所以我真紧就来写一首海洋国家吼，其原底叫做《台建基歌》。啊！我讲你后壁即句上水就，咱是海洋的国家，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国家。啊！即句假使海洋国家歌名就用即个就好啊。啊，拄啊，甲中国即个大陆国家做切开嘛，所以用海洋国家。啊，好，甲迄阵我无经过影城遐同意，我的名就号做海洋国家。安尼大轰动。你若台建基歌，即个我可能就。在化民进党提名皮明敏选总统嘛，一直咧唱这条。伊就是这条选举歌。不过有一条歌吼，我家足感动的。迄原来较早运动歌曲，歌词竟然有法度写甲讲，麻醉灵魂充满黑暗，亲像迷失的孤旁。18年的台湾人，毋捌互人听痛，咱拢无主权，永远袂大汉，害着子孙这凄惨。18年的台湾人，历尽风霜苦惨，麻醉灵魂充满黑暗，亲像迷失的孤旁。台湾人，台湾人，何时阵才会入家？18年的台湾人，毋捌家己做主人。海风无情，波浪不愿，叫阮怎样再回航？
台湾人，毋捌予人听痛，咱拢无主权，永远袂大汉，害着子孙吃钱惨。400年的台湾人，历尽风霜苦茶。 目水连痕，充满黑暗，亲像烈士的孤寒。台湾人，台湾人，何时阵才会入家？400年的台湾人，毋捌家己做主人。 海风无情，波浪浮乱，叫阮怎样再回航？咱来打拼，毋免惊惊，留予子孙好名声。咱来打拼，毋免惊惊，留予子孙好名声。咱来打拼。 子孙好名声，咱来打拼，毋免惊惊，留予子孙好名声。 台湾的吟唱的诗人、民族学家王明铁老师，虽然咱过去拢感觉讲，伊写真侪社会运动的歌曲，毋过伊心内有一个文学的梦，有一个将台湾人的人文水准继续提升发挥迄种的梦。头拄啊，咱咧听你早期所写这个政治运动的歌曲，实在感慨。20万呢，200万呢，无缘分去制作，人吼连2万块要互你都毋甘甲收，因为这家己的兄哥。 讲起来是真感慨啦吼，尤其我是拄啊出社会吼，逐项拢毋知，所以直接着总是当真悲惨的故事吼，所以互我人生真沉重啦吼。其实直接拢一寡真有思想的人，真爱台湾，真关心台湾。所以直接内底有侪拢是留学生，袂当倒转来乌命单。所以你对讲台湾这反动，拢是我较有正义感的人，因拢愿意踏出来。 所以我无形中呢，受到这人的影响呢，决心已经拢走对遮去啊，一定充满热情。我唯一当做就是音乐，所以真侪物件，我的思想、理念、感情拢反射伫我的作品内底。所以你忽然讲到这个文学，就讲我嘛是受到这人的影响，渐渐对这台语这方面的思考，用家己妈妈的话来写歌。无我早期写物件。 我是无你听，其实我较早是写华语的，但是拢无发表啦。是有台湾意识形成以后，决心要投入这条路。我唯一当做就是音乐创作。所以这条路呢，会种坎坎坷坷啦。我阵嘛无咧想讲，我囡仔个细汉，我无收入。 逐工就是民进党对那演讲场，我邀请我就去唱。无你想讲，你囡仔还阁细汉，所以即马想起来，心肝真酸啦。囡仔伊成长过程，爸爸缺席，所以甲囡仔即个情感呢，无介深。所以我囡仔甲妈妈感情介深，但对爸爸真袂当谅解。种人拢是有一个过去，我毋是做歹代志，是因为即一款的理念。 社会总是要有一个公平正义，所以你忽然间问到这会算是我上听的这个部分啦。所以我有哪有伫弥补？就讲我真侪作品拢发射伫我的人生拢发射伫我作品内底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亲情、友情、爱情，我拢发射伫我的作品内底。我嘛感觉我真幸运的人，我的朋友拢对我真好。所以我的人生的能量。 足强的，
企业界、学术界，尤其过去真侪留学生，我去学校唱歌，倒转来伫学校拢做教授，所以邀请我去学校去演唱，是讲声大，高雄医学大医学大学，因拢有邀请我去科技大学，迄拢是早期台湾的留学生伫海外，因为听我唱歌，倒转来以后，因拢会安排我去唱，所以我觉得，觉得很多善缘，就是拢爱台湾、爱音乐、爱文化。拢是这款的人，包含讲伫咧业界，嘛有真侪人欣赏你、爱你的歌，其中一个就是凤飞飞，对吧？这讲起来，即嘛是一个因缘吼，迄就讲无心插柳吼。有一届我伫做这个 TNT 电台台歌，叫我来做。迄阵我有一届去这个录音室去录音，住隔壁住凤飞飞伫录音，伊迄阵过去香港嘛。我是知影有一歌足适合伊唱的。所以我就甲录音师讲过，你也录两条好听看卖好无？我想袂到讲，伊随听过转讲随甲我联络，录音师就讲，王老师，凤飞飞约你明仔有时间袂？伊讲你敢袂想来一撮？我好无问题啊，你歌你就爱早来结果我就得去啊。伊个人是足有修养的啦，凤飞人确实是足有修养，足客气我咧介绍我伊一条拎一条落去听，其实真正我两个都讲2点外钟欲罢不能。真正伊捌听过，伊曲风我知影拢足合意的，因为我家己知影伊咧唱歌我的歌上合伊唱。所以2点外钟唱，到尾我用弹一条伊真好唱的《一颗红蛋》，伊就对咧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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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开始唱当我咧讲就讲，伊本来是迄个专辑内底拢旧歌，伊尾决定要用我的歌做伊的主拍曲。而且，互我真震撼是讲，伊叫伊的秘书毋就是助理的秘书来甲我讲，你曲要介绍要安怎算我来讲恁家己决定就好。我想袂到伊是上大牌介绍算互你，这是迄个制作人头讲，伊讲新人你1万块你就偷笑啊！尾啊，伊算偌济？12万啦，一条歌按2条歌多24万。伊甲你拣2条就对。2条。尾啊，主歌就是思念的歌嘛，这条就是作曲的。是，这个思念的歌其实是写我写的，词是这个王灿，伊有那是文学家啦伊去写小说的。是早期阮有那做下下就摕一寡伊的诗作摕来叫谱曲。但是听讲，这物件写咧收费文学性相当啦，因为伊是要商业趁钱。所以呢，所在较爱真爱这类的。当凤飞飞伊见我有一个标准，就收过迄个用那无曲，所以你有文学性是袂要紧。但是嘛爱考虑迄个商业。所以我有2首的作品内底伊歌词拢定写，伊就叫这个鹿晗秀都定写。所以毋是鹿晗秀老师甲你直接合作？毋是。王灿原版思念的歌，敢这个歌名？伊叫做《板中花》《瓶中花》。我听你现场唱一条。你要听吼？原版的。阮亲像板中花，无依无靠也无伴，你就是水面叶，乱游乱走，乱游。你敢知影阮心内，无你作伴，阮孤单。水面的叶板中花，敢有一天会当做伙？老师，我要请教你，
这个正文学的歌，甲你所写海洋的国家，400年的台湾人，迄个开口拢无完全无共款。文学作品对你，也是讲对咱台湾人心灵的价值，在你咧看伫倒位？即个爱切几来讨论啦吼，因为文学的物件，即较偏向读册人伫欣赏的物件啦。一般像个英歌即通俗的、较大众的生活的物件，中下阶层即多数的人啊，讲写着伊即生活，所以文学当然是足好。但是款的较小众，拢差不多读册人伫欣赏面，伊内底有迄个较有诗质，较有迄个文学性。毋过你一直追求讲要写个较侪文学的歌。我感觉讲即个文学，我是爱追求这，我是对这较有趣味啦。生活物件伊就是群众语，就是讲你一般人你讲我爱你，我恨你啦，迄个话拢真直接。所以流行歌你看伊的话拢介直接。但文学的物件，伊毋是安尼写，本来水莲花满满是。静静等待落水滴，早期你看这因为汉文第二种，你看你写物件足文学性的。水莲花满满是，静静等待落水滴。人花也有时，你袂感觉迄足水的，迄个文学气味足重的，要表达迄个意境，伊袂讲男女性的写讲我爱你，我恨你，伊袂安尼写，所以伊写个真顶啊。伊逐句拢咧讲人甲人的感情，但是拢无讲到爱，拢无讲到恨。是开讲来甲遮老师，另外一条原来文学家所写的作品，怀念对家己故乡的心情，永远的故乡。我来听你唱现场。就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我的故乡，踏着是。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照着是白白月光，出日是美丽故乡。三时间丢在加水故乡，我的故乡。听着是紧紧的笑声，做梦是细汉的故乡。雨落这田伊在酸水故乡，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
我永远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故乡，我永远的故乡。尾啊，流行歌坛，敢甲你搁再有缘分，搁直接着？哦，当然，迄个凤凤飞飞的制作人何庆清啦，吼，伊开一个嘉禾录音室啦。大和老师，大和老师，啊，搁一个小何伫录音室，迄个小弟啊，啊，伊是伫树林，啊，有一届伊透过因太太敲我啦。王老师吼，有一条歌要工会唱，好啊毋好？我讲当然嘛好啊，吼，所以我写一首甲阿仁合作的，叫做《春梦》。拄啊见面，我就互朋友听，陈鸿飞老师原唱的这条《春梦》。啊，所以迄阵其实原底伊是要唱这条啦。啊，阮因为还未讲的时，伊机票就先寄来，你知无？那家伙，我都唔知啦，我做机票，啊，伊可能爱迄条歌啦。当然这是一个足好机会，伊佫是台湾最顶尖的歌手吼。你遮尔好机会，啊，但是我迄个时阵，因为规头壳内底想的是社会运动，我拍个一成就为台湾啦，为一个社会正义，我规头壳是迄款的思考。我对这个商业，其实我写起我从小人捌想讲我要趁钱，我唔捌有这款的想法。我嘛知影有真侪人吼，本来文行的歌词写无几条，甲你交背落，所以一条一条一直写啦。哦，因为我直接拢差不多艺文界这文化人啦，吼，啊，这人拢较有文学的，吼，这个思考。李炳勇，我足多人嘛唔知我有搭李炳勇写歌呢。其实我甲李炳勇30年前，我就搭伊有写一首叫遗书，伊是写华语的。其实伊的诗写真好，其实我的曲嘛谱足好，但是唔捌发表。啊，是我最近因为我咧整理我的谱的时阵吼，足济我过去已经袂记记，我拢去挖出来。啊，同我感谢一个教授啦吼，伊就是林雪信教授，海科大教授。伊听到我的作品以后，主动来甲我熟悉。啊，讲你物件要去倒买，我唱片公司要倒买，我无半径伫卖我的物件。啊，你先啊无爱制作，我讲我当然是要制作啊，啊，毋过这爱钱我也无钱，啊，我嘛无通路。伊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伊要甲我帮忙。伊讲老师，你将你谱拢都去整理，你扛任务就是将谱整理出来。伊总去找伊学校的校长，较早伊的老师，尾仔伫玻璃做校长。伊当去拜托去找伊，啊，所以讲个看真侪一面出来。像阮即摆即个协会成立，其实拢林教授伊去当阿伯阿姆去当请出来，拢是台湾的精英，足侪迄光阴朴素去意大利升格的啊，一个企业家，拢是按一个去。啊，老师，我要带你去是无人捌记，你就算免弹2条去用听咧，啊，拢是用这套去弹红听，一个拢去人请出来。啊，所以阮有成立一个叫王明哲音乐国际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了后，就亲像过去你所参与真侪政治运动，咱路嘛愈行愈开阔。啊，未来你的人生我嘛祝福，祝福讲到这爱大拍尾啊，爱苦尽甘来。老师，我邀请你伫咱的心所爱的歌电视机幕头前，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印到一个流传永远纪念的手印。老师来，哇，你对我遮用心吼！我真感动，我真正唔知伊都准备这款的物件，啊，总啊日就对啦。日落，啊，你也是安啦。来，较头前咧，大爱甲日落。大日咧吼。老师，安尼好，安尼。安尼使吼。安尼好。过去台湾人所行的路，亲像老师你所写的歌，有的人伊甘愿牺牲换来觉醒。有的人伊是仰望400年的台湾人，未来当变做海洋的国家。总是办中会，咱有信心，
会愈开愈水。我嘛望讲，老师过来，人生所行的路，苦尽甘来愈开阔，继续唱台湾人所思念的歌。感谢老师，下回心所爱的歌，咱阁欢喜来开讲。感谢王明天老师，老师多谢。感谢，感谢，足感谢，真感谢。老师多谢。我兄弟。